是你約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再走怎么回事啊？能忘记了你怎么了？你放开我！给你把这闪开！那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不要走，踢球去。姐姐，我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好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調查南宮琉璃？你想幹什麼？傅先生，您先別誤會。我是顧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賀锦熙。顧西城？神龍集團那個顧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幹什麼？我知道，南宮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們之間還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勸一勸他，請他不要再糾纏顧西城了，可以嗎？你找錯人了。